老細想問下你，做咩你哋識煮呢個炒薯粉嘅咁犀利嘅？熟師唔識到，哦老豆炒咪跟你炒咯。哦，这个炒薯粉档口就在旧巴生路这家小贩中心里面。但係喺記得好少見到炒薯粉啫喎，做咩你哋識嘅？老豆同身唔知點樣學翻嚟嘅，哦嘅，記得好少見咗喎而家。簡直係冇哦，自己猜嘅。 14歲開始炒咗，啊，今年幾歲啊？即係話咧，好似廿幾咁樣咯。唔係啦，哦，仲係好後生， 50幾歲啊哦50幾歲啊。粉，哦靚。丢下锅新鲜炒，老板有30多年功力，猛火日炒，日拉拉上碟。招牌炒薯粉，看起来有点像粿条，绵绵软软带粘性，蛮有锅气一下。炒白果也是招牌，炒白果，这个面比较有口感，豆腐羹，简单又暖胃。呢個檔口以前係一間餐廳嚟㗎。以前係一個木屋嚟嘅，哦， 50年咗，我集米料，我哋一個家庭嚟嘅，仔仔女女而家我哋出邊差唔多有4檔咯，叫福灣 book one 啊。福建人哦。諗記，製作過程要3日，哇，咁耐㗎。今日整，聽日放雪櫃吹乾去，係 natural 嘅天然嘅食物嚟嘅，所以第3日先可以切，跟住先可以炒，即係你哋唔好嫌貴啊，3日嘅人工1日工錢。这里还有卖各种大炒美食，